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係阿明哥劉浩明。观众朋友，聽日從生發地位，我哋常常會看到嗰道條嘅，但是呢個條呢，我哋可能用華語寫唔出來，但是家種愛用客話時節，其實我哋幾多都寫唔出來。我哋嘅民農愛向協進會同我哋領導國中有判嘅一啲用客話寫條嘅名嘅一啲發通，其實係希望講我哋可以用客話把我哋日常地位可以看到個條嘅用客話按名嘅，比方以自家睇客種地位有一啲自家名嘅。我哋今日要請到我哋王淑梅先生，我哋咧咁嘅先生，如果係有發通地位最重要嘅推數，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咁嘅先生。咁先生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民農嘅簡美先生。係簡美先生，其實好每啲人都會講到，簡美先生嘅客話講得啱好，而咁係好浪人，咁係係啊，我係南投水里嘅好浪人。係，咁其實都係因為都民農咧開始學客話嘅。錯㗎，其實我認識我細佬朋友嘅時節。我其實係唔曉得有客家人呢件事情。哦，係哦。我聽地講國父是梅縣人嘛，伊係客家人，像蘇芳地啊，唔過我身邊都唔知有客家人。後面樣認識細佬朋友民農人啊，樣地講啊，我身邊水里就有客家人，好多人團圓出名。係啊，我太好嘅朋友，好朋友。我室友都全部係客家人，所以我講我哋客家人個低調啊，個讀書。冇想到做朋友做研究嘅，可能都唔啲嘅行業。都同時冇講，唔啲講，其實台灣冇有按到行業。係哦。係，但是問題係，其實人家都民農業係話，學客話件事情會幾難。我感覺個神奇。係因為我係學英文嘛，頭擺。英文是硬配嘅，冇錯。係啊，也下做得撩妹，來民農。啊，人哋講好英文先生講好英文嘅撩妹，所以做得撩妹唔會差。係啊，所以我就想愛重新學習，用生發地位來學習人哋嘅客話，人哋民農嘅美語啊。所以我就用咁樣個神奇。所以我就用一個心態，就想講，我哋就用生發地位啊，我個好看條嘅咩？我哋就用看條嘅學客話，我哋發現客家發音個重要，我哋用客家發音來學客話，我哋民農嘅仲有一個客家文化館，我想愛學客話，我就用客家文化館地位一個客家文物來學習客話。剛剛你舉到啲嘅，因為係。我哋講野鳥協會嘛，調嘅部分對我嚟講也都係啲幾大問題，因為其實我哋有時會做統一嘅工作啊。看到個名，我只能用法語來直接發，因為我嘛幾困擾，我唔知講，哎呀調嘅到底乜嘅名，然後同時已經講，我認為係粵語嘅調嘅用法語來講，把分一個語位啊。係啊，錯啊。但是客話有時係。我從我媽媽都講路邊的啊，我根本路邊的啦。所以很快要找馬嘅調嘅咯，有講嘛？有佢講，但是我唔知呢。係要找按照五色鳥，用色色來分。用色來分。反而按照五色鳥。係。唔過我哋民農體嘅係咪各個嘅？哦，各嘅，都用入去常言係咪？係用常言來分。係。其實我寒暑嘅時節，因為一隻調嘅。我喺到山都里，東主都冇人，請人哋一戶人家，所以每擺聽到會各雜萬飯，會叫字嘅，寒暑聽到調喺上會叫字嘅，所以一隻調喺係寒暑最強嘅，唔過看調以後感覺個神奇，係所以嗰時間我記得是來民農參加黃蝶節，黃蝶節嘅時間就有人。就本來看到一隻調一隻調嘅原因是什麼？也係咪的水一種水鳥？錯。因為也在線都做乜調嘅嗰種聲，我講前嗰種聲嘅呀，因為我話用印象嘅聲嘅，睇佢見白。錯，人哋按照翠鳥。按照翠鳥係。人哋民農嘅按照雕金昂。雕金昂哦。係，人哋嘅上海，天班嘅上海嘅時節做皇帝嘅翠骨。人哋民農嘅按照上海。
啊就看到一只条，啊咪我按讲啊，对个太雕匠来看啊，伊怎么讲？啊所以哎哦就开始看条的呢，所以吼也哈看到条唔会叫字的，感觉个疗愈啦，系啊，所以因为伊的客家名啊有名，就雕金昂，因为伊个从头到讲伊好起啊啲，那个高的地方，啊看到黄个就跳下去，啊就吞黄个，哈就空啊，所以啊就松来，啊就上爱水。啊，所以嗰種釣魚翁安尼啊，係啊，所以啊嗰種伊個紅嘅起啊，啲個唔會痛。雕金紅。啊，因為個金條咩，其實是雕邊紅，嗰種雕唔係個雕邊紅。啊，唔過面農人講嘅，就講雕金。都有鹽嘅啦。錯，啊唔過個神奇。啊，所以從日嘅攏有名。係啊，我感覺個有意思。哦，雕邊紅，啊雕邊紅啊，你嗰邊都有聽過。雕金紅啊，反而都真係冇聽過。係雕邊紅，係啊，因為日嘅翠鳥，所以日嘅個神奇啊，唔看日嘅嘴唇有冇？要切嘴唇，從眼見冇要切嘴唇，用錯日嘅買。啊加是，啊從一種有冇？日嘅看起來。哦，有都講誒，講誒，伊冇出切嘴唇，冇嘴唇，係。啊，所以有啲雕工雕馬冇相同，啊，像安尼教學生嘅時節，伊哋感覺個神奇。冇唔錯個。啊，有個匠嘅雕嘅嘛。等一下。係，因為伊又學別個匠，係別個匠，然後個匠人，學片哦，人能看得到，伊會睇個有時候個呢蘆葦樣嘅網啦，所以呢吹來吹去，係伊會睇得嘅。我其實哦，我久以前嘅事情，其實後巴路講唔到多。因為伊有啲嘅薄片，啊，唔過薄片係個奶薄，啊，人哋也下攏做鳳毛奶嘅，所以冇地方俾伊做掉嘅，所以伊奶因少。唔過人哋上下也下很有，係哦，係看得到，係啊。係啊，佢長嘅條，佢長嘅條嘅。啊，所以我個好看條嘅，後面面有一個白色條蝦飛，你有睇過嗎？一定。係啊，因為我哋番水庫咩，啊就一隻白色條蝦飛就因為一隻條嘅叫嘅我哋面濃，叫做八色鳥。八色鳥。係有八色。嗰種伊也要黑花嘛，按到八色條哈。伊因為咱咧講，因為溫度嘛。溫度按做八色條，啊，所以我哋面濃八色條蝦飛，啊，問題係我哋菜地有名哦。係真嘅，係我都想講，伊這裡講伊應該嗰種講做起到啲面濃嘅話，伊天會有伊自家名嘅嘛。長命條。係啊，長命條。因為伊大部分啲長命嘅時節，伊是四節氣啲個長命嘅時節要來，從夜下我哋看差唔多4月20號前後就會來。啊，所以我哋就按伊長命條，也個滿路皮嘅個種皮，伊哋就會教我哋講，也個就會長命條啊，係啊，一種條嘅當時叫咧，叫嘅我哋面農人，因為當時咩番水庫，面農人坐夜行巴士去北埔抗議嘛，唔過一隻條嘅，因為伊哋全世界有一個 international bird area，就是全世界叫。IBA 底部一個重要一種調嘅，啊，我哋有一個宋廷棟老師，伊就走去澳洲去請一個綠黨主席 Bob Brown，啊就拜託伊來參加黃貼誌，同政府講我哋上下有一種調嘅，啊愛保護，係啊，所以面農人嘅嘛嘅啊，同全台灣大家向下打拼，啊。要加上一隻條嘅，要天數到，所以人哋講一種係人哋救命條啊。係，就是安尼咁好講咯。都等於我以前本來如果比到面濃嘅一啲條嘅，其實結合到啊發通嘅時間，都變變啊啲講，其實作為入去水庫，可能一個條嘅都冇出現。係錯，冇唔錯。啊，也下有嘅，所以都含留一啲一片。長命條。啊，而個貼片咯，從嘅黑面皮鷺是寒天樣來，也個是熱天來。伊對南洋比亞東岸的一片，啊，潛水冇朋友，潛水來朋友，啊，第一片上暖啊，鋪子，然後會避後在4月份在避向南洋，啊，所以一種條是夏候鳥。
哦，嘿，嗰时咱讲长命的时间那么耐嘛。毋过佮神奇哦，我爸爸就讲，5年拢看调的，看嘛个调的啊，安尼南条水里嘛佮倒，安尼好容易嘛。有一摆安尼就拿也个本伊看讲，爸爸，也个佮贴片呢，叫个美容人呢，哟，阿苗也个做迄滴下啊。好容易嘛有名，叫滴下。所以我爸爸伫山都里行上行下，其实伊哋好容易嘛有名。有这个名的，冇错，系啊。但是你变成讲，共用一种调诶，好可能我哋客人观察伊的时间，系用夹起来看，但是好容易可能你看讲，从头尾睇，做个地方行来行去，吼，嗰时你用伊的以这个嘅，算是喺个地方冇你也要习惯。落安命，等于讲好农人啊、原住民啊，甚至客人啊，像迄种调的，你有无像样伊的命的？错。嗰时其实像我哋咧，美容来讲嘅话，其实以前总政府地方有几多个我哋讲，无像我调的，但是更加因为我哋咧咁樣先生同我哋後生先生也要伊啲福育地方，我哋有個新嘅雅典調，但是很樣嘅故事呢，下一段節目我哋同講。翻過來福起來，所以節目來自我哋美容王小梅先生，我哋咧咁嘅先生同人講，伊希望係學識客化嘅。我想小梅也先生吼，因為頭先我哋提講，其實喺2020年嘅團結，我哋咧東門國小吼有一啲我哋我哋含義雅典調嘅洋吹，但是我想小梅一下吼，做乜佢講我以為洋吹同時雅典調係乜嘅咯？因為我哋全台灣有一個2級保育類，就叫做菱角鳥，其實台南菱角調，我哋下方按做羊角調，有名哦，因為菱角就嗰種楊妹妹嘅羊角，係，唔過伊來美容吼，個好啲嘅雅典同式東西，係，我哋當時就喊做菱角調，嗰當然講我哋美容有冇菱角調，係，因為伊個貼片，伊就寒天嘅時間來歸春嘅，熱天吼就鼻嗆嗆，所以嗰時間人就開始富裕，就可是伊啲嘅雅典同天數是重嘅啊，熱天又按講，所以又冇留下來，我哋就想愛本意留下來，所以看按講，我哋希望伊啲美容服身，我哋比上比下，係，伊買個太雜。講嘅個細雜，一張買批廿隻老公，水質甄嬛傳買槍上亂講嘅鋪春吐色嘅，也幾個神奇，因為同雅典同嘅友善農業有關係，所以我哋個想愛攀也個羊堆，嘅時節就東門嘅時候喺我哋身邊咩，因為路下個當然攏種雅典啊，新三毛工業城我哋就有請嘅屏東太學，屯愛上下飛，高雄調飛，美濃八十調下飛，他家鄉下攀一個羊堆，嘅時節攀嘅時節，因為一種調嘅個獎，生意個好，唔看我哋爸爸，唔係以上亂哦，係以鋪出，係錯，唔過嘛要看到伊人地嘅嘛嘅。雅典同上亂，係，唔過上亂嘅時節拄好就愛摘雅典嘅時節，摘雅典嘅時節，所以整一年一年每一年底下嘅故事，每一年帶一年去行了，羊堆就第一年沙期嘛，行上行下咧，一兩地講阿苗，我哋碌下身邊有按多按醬嘅調嘅，又有一種調嘅，尾擺就係菱角調，你就感覺。夠奇怪所以我哋羊堆結束嘅時節啦，伊哋就歸學校，伊學校嘅先生就喺面嚟寫詩心得發表以後，伊哋就想愛按另外一個名，伊講應該按照雅典調樣出所以伊個羊堆就開始
结束以后，伊人就去学校就开始写，就写。两本堂嘛。好啊！有人想讲，声音的底这个反应底部有一点按讲的调的同时，以前广东的用国调，但是而家都睇人哋哑脸上面做调啊，然後一鋪又差一推啊，嗰時以英國按到啞臉調啊。係啊，伊人就伫個洋隊就安尼，大家講來講去安尼，可以寫現實的世界，就有。愛念兩個本大家，第一個就魏太個調阿爸，鄰國調腳太太，阿妹生春，阿爸鋪暖，愛係阿爸土太個，落葉阿爸係愛個太早個，天然來個阿爸個都市係愛最安全嘅地方。按來講，阿苗聲音咧按會寫吼，從那個神法的歌唱就用客話寫下來，寫下來就神奇嘅哦。伊講新朋友啞臉調，線上就同大家講嘅話就熟悉起來，向下寫一篇。人是撒下浮光山色，面容富順，啞臉強強，做雕嘅好所在，生存嘅好地方。反陽鄰國調，愛向愛送個長長嘅名嘅啞臉調。阿苗從結拜以後，我哋就有新嘅名按照啞臉調，有彩體嘅感受。嗰時其實用國調變成啞臉調，其實都真係幾符合美濃當地嘅神態啊，伊個山野嘅個形象。所以以前做啞臉調以後，我哋又聽說我哋成立一個品牌呢，就很多複製聯盟。所以亞哈就變成友善的農業，農業以前就安全用藥，履歷認證本然個多重嘅好事，留下啲我哋面容個幸福。冇錯，我哋提供其實喺2021年嘅時間，唔係要同我哋嘅兩度國種。你作為我哋頭一個開始講嘅，用客話係調嘅名嘅，但也係洋水用嘅來咯。因為我哋講到我哋會訪問總批嘛，也個調嘅按到乜嘅名有個名，有啲冇名嘅，我哋就會問伊講冇名用架啥，伊講。我嘛唔知啊，係啊，唔過像安尼拍學嘅，有人講拍學嘅，其實有細拍學嘅、中拍學嘅、大拍學嘅，用格山咯。所以嗰時間我哋就想講，我哋就七個安名，中批冇安名，我哋就七個做後生嘅國寶，我哋七個安名做耆老，所以嗰時間就結合我哋黃貼子，攀一個洋隊，嗰時間因為我退休，我哋有啲兩度嘅種、面度嘅種，沙期太好攏有教學生嘅，勞倫太細攏有，我哋就有向下過來，就同面度嘅種兩度嘅種奇米嗰種向下攀，沙期太又向下攀，所以大家就上個第一人安名嘅，夠有創意，本身也夠好鹹。我哋那個語言樣會傳下去嘛。下一擺我哋上鳥課嘅時間就唔會講到名，就唔知呢，因為我哋上咗全課語嘛，所以嗰時間就開始有攀入嘅洋隊。但是而家洋隊裏邊像頭會講美濃國種兩度國種老師嘅沙期太好，但係講而家年齡層幾大呢？錯㗎。可是年齡層幾大嘅時間，能用我去統一大家人嘅講法唔怕，面容愛上有嗰度後生嘅，伊哋就做輔導員，就冇相同嘅年紀，大家就插口來，大家向下上，安尼論論睇些共學，其實個好，想法嘛會冇相同，所以呢就分組安尼大家。因為有的人對賞鳥冇安熟，所以我哋就有攀去上海看山鳥啦，美濃湖看水鳥啦，還有就大家向下看頭牌，我有請郝生先生來講頭牌人用嚟安名嘅，頭牌人用嚟安名嘅，係啊，頭牌安名嘅，伊就會有分嘅聲音啦。含迄講外形啦，含迄講伊個生活行為來方面，其中有個神奇，我哋啲洋隊拄到嘅就一個，一種調嘅頭牌唔係用嚟鹹魚，一種調嘅頭牌喺東南亞嗰度，
俺哋一邊個少，愛看下伊東南亞。係啊，一年奇怪，伊就連台灣以來有公園、學校、路線攏看得到。我嘛喺最近咱看到啲文章講，以前也會釣嘅，其實台灣幾少看。好，如果我嘛可能睇到啊，太都市真係香港看得到，但是唔地做嘛嘅一種釣嘅更加，那度看得到。因為伊好是現工，俺哋上工拍俺哋公園開始學校，規定做唔得沙浴嘅。路線做唔得沙浴嘅以後啊，除草劑做唔得用以後，拍嗰度現工好實咧。啊，天時又一年一年嘅，所以伊就向北部遷徙。俺哋是安尼想啦，啊冇做研究，啊唔過一種釣嘅。就新來咩？所以冇命，可能就大家判發通嘅時間，大家就想要揾命。唔過伊名錄過風咩？伊有什麼地瓜鳥啦、太翁釣啦。唔過因為太翁釣嗰種嘅馬人，我就同學員講，有打電話問嘉美先生哦，伊講安尼，係咪太翁釣有霸凌的感覺，所以希望改名。所以大家就印象啊，後面大家感覺嘅太番薯咪差，結果就從講羅倫泰西裡邊有個總批嘅就講太翁釣是霸凌，太番薯的客家馬戲，太番薯會算唔會處，其實係馬人我係，唔過可能有啲總批又講，其實他是忠厚老實。哦，係啦，冇算啦，冇算哦，所以就唔抵啊，嚟嘅後面乾脆按到。番薯釣就冇事情嘅，所以人看嗰種一定會起哄來番薯。你要團嘅河洛人啊，全台灣人、華人、河洛人團嘅華人全部落鄉下。咁啊推薦番薯釣。番薯釣，係啊。地杯又有一種各種嘅釣嘅，嗰時候看到。一種嘅釣嘅好，連有華人啊，都會發現嘛。黑枕藍翁啊。黑枕藍翁嗬，也即就用伊嘅生活嘅環境來看伊嘅名嘅，頭包叫做時光釣。時光釣啊，有一個名嘅哦。俺哋啲洋隊地杯就發現時光釣個神奇，因為俺哋向描述西巴地嘅美濃山下嘅刺股也嘅樹地杯，俺講嘅釣嘅。也個頭擺啊，俺哋喺嗰啲火房咩？火房頭擺冇馬桶，所以就用石工。送片數嘅時間就喺行業落杯。唔過俺哋客家人哋火房落杯會種嗰度番酸樹啦，係那個牛年樹啊。所以咧行出去嘅時間，因為一種釣個好啲當個做釣。你送片數，因為片數出有一個鋪咩？係啊，所以。一個通風，結果伊就會看到一種釣嘅，所以總比就係咪時光釣。唔過啲洋隊啲杯生意就咁啊，講好容易係咪泥鰍鮫，因為我有教伊好容易很多泥鰍鮫、染布鳥、染布釣啊，伊哋就上海改名。唔過染布，因為咁啊個懷念嘛，所以人就講嘉美先生好做南山啊，所以就南山釣。所以一本書地杯，伊哋就特別有花，啲嘅美濃山下嘅刺股地杯就同樣嘅故事發下來。嗰種講伊係時光釣，你想講嚇，做乜嘢時光釣？因為其實更加要生發地杯已經看唔到時光啦，每啲人都靠有馬桶嘅。嗰種你講要把要釣嘅團更加生發地杯，即係連鄉下時節都幾快連。但是你講，伊係南山釣，我想講，我都馬上想到，真是嗰種作為伊啲南山嘅伊啲釣誒。其實生意唔係安尼想，你講南山，他們就說南山公花，南山公花，要演變一下，要做啲馬人嘅南山公花，冇錯。所以伊哋感覺個神奇，人哋就個好用，所以人哋安尼合法嘅釣名個傳下。係啊。嗰種其實每一個釣嘅名其實聽到時代嘅進步來講法，伊應該有一個新嘅一個名嘅同時嘛，有一個新嘅稱呼。休息下我看那節目我哋買個多個精彩故事哦。
讲古老福起来，所以节目来自我哋闽南嘅感觉先生，同你分享嗰神奇嘅客家嘅调嘅名。我想想问下先生，因为其实你咪佢带到嗰度嘅图片嘛，吼，係咪繼續同人哋去分享講，迄輪你咪有上到無強嘅客家嘅調嘅名好冇？有哦，像我哋頭擺啊，吼，有團新嘅小雞嘛，養對地位就小雞。用聲音來安名嘅，係啊，就希望人哋用聲音去想象，係啊，從日嘅人哋就記啲本人談，從日嘅按到白虎養雞，係啊，唔過人哋客家唔係用舌聲來安名，人哋用聲音，用聲音，係啊，因為種條嘅嗰度仲冇相同嘅叫聲，係啊，人哋閩南人哦，就聽起來有一種聲。嗰種聲音嚟叫啊，昂牙樣啊，昂牙，啊所以就喊做昂牙調。哦，昂牙調，白虎養雞，唔過人哋北埔嘅客家人都神奇，人哋個務實哦，人哋就按到捕獲調，因為有一種聲音按做捕獲。啊，所以就用一個當做捕獲調，獲嘅就係鴿子嘛，啊捕獲，所以我感覺佢神奇，啊就用一個本身人嘅認識講，無相同嘅調誒，用無相同嘅聲音去安名嘅，好，啊，另外有一種就一個高蹺橫，高蹺橫，係，伊嘅中文名就係高蹺橫，啊，我哋。就問聲音嚟啊，有個菜啲人咯，按做長腳嘅，唔過長腳嘅我按到做。幾多啊？咪啲幾多水鳥嘛長腳嘅。啊，所以人就同學生嚟講，按人嚟按名好嘅啊，重新按過安尼啊，啊就本人民族一想咩，按人就想到一個客家咩有那個踩高蹺，按做打過腳，架過腳，唔變咧嗬，架過腳，啊所以人就想講腳黃黃。鳳啊，啊人哋係咩係咪鳳過腳？啊鳳過腳，因為高蹺橫有高嘛，啊唔係長腳，這樣吊唔起來，人哋就希望名嘅團結翻譯，個集權，個集權係冇錯。所以而家人哋推廣鳳過腳，一講呢都啲嘢，都可以聯想啊，係啊。啊日嘅嗬，可唔是嘅名，日嘅頭擺嗬。就有名，有個番娟，好，阿姨話要角安尼叫，可是伊名個特別，我同新嘅教講，也叫按做毛婆，有聽過毛婆？冇哩，客家人、閩南人，喊一個人吼個故事，一個人行上行下唔會同人用稱，個人按做毛婆，因為一種調嘅，伊就係行為模式就係一集。啲個有錯嘅地方，行上比上比下。啊，我記得我先生，我哋個34人這樣結婚咩？啊，伊姑婆咪擺喺我老公去，好神啊，好姑啊，哦，唔好做毛婆哦。所以也個其實生意就咁啊，也個團生意團嘅學生都冇。冇相同，唔對，你又要成法都攝啦，係錯。所以我咁樣嘅對生意就開始有想象，哦，啊唔過也個就變成愛多觀察，讓做得天數有安名，也個就更難一些。按神奇嘅故事真的是，還是都是可以記得啦，吼，毛婆哈，按那個啲。啊，講下啦，有一種他係講妖婆，可是妖婆個多種啊，係啊，錯啊，啊所以。人哋就有搞一個多種妖婆，因為阿喵原來妖婆有按多種，從一種就用儀式的東西，儀式的東西就係砂鍋，砂鍋，啊所以妖婆嘛，所以人哋很多砂妖嘅，哦砂妖嘅，砂妖嘅，你對我係砂鍋妖婆，好簡稱砂妖嘅，哦所以人安尼想到嘅，就聽出那個乜嘅啊，有一種叫做五拍的一種調誒，黑刺圓，人就很多攞粗嘢誒，啊紅準就鳳嘢誒，就開始就嗰種名就做得來用誒，啊所以我感覺，新人嘅想法嗬，就有嗰度嘅想象，啊所以也嘅砂藥誒，不過我哋嘛聽講，中皮還有一種功法，差唔多70歲左右。
按到山牙。山牙。山牙。啊，用人写唔对，啊嘛个意思嘛唔对嘅，啊唔过大家拢讲会出名。所以我感觉也个就是俺人个客家话的流失啦。假使俺哋无谈到也个就唔对。都唔对哟，迄真是都唔对嘅。啊，后面有个后生嘅就讲，哦，因为也个比起来下片有一条，白色的，啊，伫山肚里各种伊嘅牙齿。哦。啊，所以就按到山的牙齿，山牙。我讲哦，安尼嘛个神奇。嘛有可能嘅，嘛有可能。系啊。系啊，唔过就。俺人就本身也感受到，俺冇用到诶，冇听错冇，喺俺人冇传下来，然后冇传下去，系啊。还有一个个讲嘅调诶，俺人上海看得到诶。然后佢讲哦，根本伊分享嘅最密种，系啊，灰喉山椒鸟，灰喉山椒鸟，系也下用伊个灰色嘅形态。啊，唔过对我生意人来讲，伊人就天水安命。按到嘛见咯，好容易按照戏班啊讲。哦，做戏的人呢，好做戏的做个讲嘛，啊，定俺哋上海泰拳的比上比下，伊哋按到三折诶。因为俺哋嘅食虫没有卖红椒、黄椒，系咪？啊，俺哋弄统称三折诶。我感觉也叫做公司个个。而且我从翻译这个名个冲啦。也叫做妈妈按的，因为伊能够去买菜，所以人就按照三折诶。啊，所以学生嘅青少年伊哋冇想到嘛，啊咁啊，安尼嘛个好咸啊，啊就做得用诶，所以也下人哋拢按到三折。按到三折诶，本身快个食圈。冇唔错，冇唔错，系啊。啲节目个最卖啦，吼，想每下我哋咁嘅先生讲，譬如讲一路行吼，唔但是讲这个团嘅好生先生啊，或者我哋讲。富有当的也练调，吼，同时嘛有希望讲一条调嘅名可以用客话来喊。咁你来喏有乜个想法？因为我发现吼，班班有冷气以后啊，嗰种大家拢习惯变啊伫个冷气地杯，啊福建嘛系呢，生意拄唔掉晒到日头诶。所以我感觉伊人对刺眼环境嗰种安尼因来因陌生，啊又用安尼熟业咩啊山西用品，所以我希望啊，就讲安尼生意咧做得多多行出来，啊接触也个太刺眼，有冇相同嘅感情，啊一样地讲，安尼刺眼环境有乜嘅变化，啊所以难怪我嘛希望就讲安尼因来因有钱。俺哋拢会建设，啊做泰路啊起泰了，唔过係唔係全台湾我希望政府做得，留一定比例嘅平原湿地啊，强山绿水，本大家，安尼样做得有嘅嘛嘅個唔會按應人嘅溫室效應啊，係啊所以安尼。我哋調嘅做得生發，我哋人類嘛個好生發。因為科學家有一個講法，調嘅同人個集團，調嘅無法度生發嘅地方，其實人類再過1-2年，其實嘛會遇到相同嘅問題。因為我從常會講，譬如話能玩工人強嘅時間，玩些時間吼，其實甜食都講差唔多32度啊咧，好30度、32度，好有樹蔭嘅地方都可以涼，好風吹風去都可以涼，下晝都落一層太陽，好都講得差唔多傍午啱嘅時間都開始可以涼嘅，好我哋幾時時咧我哋講幾時夏天啦，好多熱嘅夏熱嘅時間，真係都按呢時間。但是其他都冇共用，佢西亞的都開始，我哋譬如講我哋屏東都32度，然後我都唔敢想講7-8年嘅時候，我走到一個圖，好等於講而家咩天時條一來樣嘢，呢方面喺當然喺二邊做我哋先生講啊，真係該做鐵道嘅鐵路，把嗰條草坪啊，全部都鏟槍，真是以前還可以邊嗰啲草坪有樹蔭嘅，嘛會有涼風嘅地方，而家全部睇了。全部水風冇奶，好，你等於講，一啲邊，我相當喺土地我都冇地方投起啊，好，沒有草地，好，冇嗰種地方幫你投起。嗰種第一點問題都講，從而家你按日嘅天氣，帶生意嚟出去，一定敢上得出去，
呀哈个多生人的吼，头摆堂都赏鸟是个痛哦，呀哈赏鸟是爱赏一条哦，俺唔爱的，啊唔过有上爱吹了，啊有讲山东的条来讲用个山哦。哎呀，我说其实真的是，我相信呀，马黑的真的是史推改编、戏文改编以后，真的他看你罗面你都哇，今天动出吹哦，真的来讲从头讲，我连个平东人那个罗吹罗塞到。所以伊连样地讲，伊连行出来样地讲，哦错，俺来留一听。保留一听的个青山绿水本太家，本太家也真的未来的成分，我们讲越来越热，多多少少我有一点可以调节本土的一块草地，本太家人，本太地可以投起，本太家人可以去上面有一个凉的地方。看今面的节目，太家人我发现到讲，唔单止讲调的名的可以谈论时代无进步又无强的一种讲法，同时嘛还希望讲真是喺未来的一啲沙地地方啊，我有嗰多公园，我有米的沙地地方，我有细细一块地方，至少帮太家人可以去了量本业的土地，可以啲投资的地方。今日感谢我哋感谢上刘总嘅现场分享安精彩的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咧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